Hello，大家好，我係遠見啲球。咁今日咧嚟到華僑城元朗啊，介紹一套二手單位。咁呢套單位咧個樓層就相對比較低少少，但係咧勝在佢景觀咧前邊都係冇咩遮擋，而且咧都係華僑城啦元朗賣緊最靚景觀嘅單位嚟嘅。講緊係128方啦，4房嘅單位吓。咁就翻嚟俾大家睇睇成交嘅間隔啦吓。咁就到嚟咧呢面牆咧就一個鞋櫃位嘅位置啦，然之後延伸過嚟咧就一間陽光房嘅。咁陽光房咧都可以望到出邊嘅景觀噶啦。咁呢個出邊嘅景觀咧就係早期啦賣得最火熱嘅一個，望住一個長利河啦，以及係喜來登同體育館嘅。咁其實雖然而家樓層唔算高啦，但望出去景觀咧其實都係幾靚嘅，因為你望出去樓下咧就係一個濕地公園，所以成個感覺咧都係非常舒服嘅吓，而且採光咧都非常好。咁呢間咧就陽光房嚟嘅，咁啊好多業主咧就做成一間功能房嚟做嘅。OK， 咁出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南北通嘅一個大廳吓，咁咧左右兩邊都有露台嘅。咁呢邊咧往飯廳呢邊嘅露台咧，到時可以攞嚟晾衫啦。咁然之後前邊客廳嗰邊咧，到時可以攞嚟做一個景觀陽台嘅，因為前邊嘅景觀咧真係非常靚啊！咁從無論係呢個望出去啦，望到喜來登又好，或者望到前邊呢個濕地公園都好啦，景觀都係非常唔錯嘅。咁我哋先睇翻廚房呢一邊先咁廚房呢邊嘅空間咧，其實個飯廳嘅位置就已經夠晒大噶啦。呢度咧到時擺翻張大台都冇問題咁入翻嚟睇翻個廚房空間啦。咁廚房咧就一個7字形嘅廚房咁如果擺咗冰箱落去咧，其實呢度就廚房對於呢個間隔嚟講會細翻少少，咁後期咧可以改造翻啦，睇下點樣將呢個廚房更加好利用啦。咁成個空間咧就一個 L 字形啦咁然之後呢度到時擺翻個單開門冰箱都 OK 嘅，如果擺雙開門就會逼少少。OK， 嚟翻呢邊啦，咁呢邊咧就係我哋飯廳延伸出去嘅一個露台啦。咁呢個露台咧都係延伸埋我哋客房過去嘅，成個露台咧都係非常長嘅。咁呢邊主要咧都係睇翻我哋一個內園嘅景觀啦，以及對面嘅一啲疊墅嘅。咁後邊嘅景觀咧就相對舒適少少啦。最主要咧呢邊嘅景觀講緊優勢咧就係前邊呢度望住新區嘅一個地標咁呢度咧就係我哋一個客廳嘅位置啦，平時擺 sofa 同睇電視嘅位置喺呢度啦。咁然之後咧喺呢個位置望出去咧，坐喺度 sofa 位置直接就可以望到一個長利河噶啦。咁其實呢邊嘅景觀咧可以講係高樓層有高樓層嘅靚，低樓層有低樓層嘅靚因為你望出去而家呢個視野，其實嚟到現場咧，你會睇到全部都係綠植嚟嘅，以及咧望到個長利河咧都係非常清楚嘅。咁包括體育館啦、觀光塔仲有呢個喜來登咧，全部都係望晒嘅成個景觀咧，其實喺呢個感受啦都係非常唔錯嘅。咁到時呢個陽台啦，做翻一個景觀陽台。其實呢個樓層望出去咧，我覺得都係個私隱性都已經夠晒噶啦，以及咧望出去都好好嘅。嚟翻呢邊，咁呢間咧就係啱先延伸出嗰個我哋一個飯廳出嚟嘅陽台啦，延伸過嚟嘅一間房間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客房嚟嘅。我平時咧比較多嘅人咧就會攞嚟做長者房啦，因為呢度直接可以出到去我哋一個露台嘅。成間房嘅空間都係方方正正。然之後嚟翻呢邊就係一個工位嘅位置啦，所有嘢咧都係原本開發商交付嘅標準啦，所有嘢都係所見即所得嘅。咁呢間房咧景觀就會相對靚啲啦，望出去咧就係望住一個喜來登觀光塔嘅。咁呢度無論係日頭啦或者夜晚啦，望出去都係有景觀嘅。日頭就望園林景，望呢啲公園景咁夜晚咧就望住啲城市夜景啦。喜來登啦，包括體育館啦，都係會着燈嘅。咁成個空間咧都係比較闊出，因為呢度咧係冇飄窗位嘅，所以成間房係好好利用，方方正正嘅。然之後嚟翻最後呢間房啦，咁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啦。咁主人房望出去景觀咧就反而可能冇客房啲咁靚啦。就係望翻我哋一個內園嘅景觀嚟嘅。咁主人房一樣嘅，大家留意下呢度咧都係冇飄窗位嘅，所以成個主人房其實佢個空間嚟講啦，都係非常唔錯。咁呢度咧就係一個我哋日後啦可以做一個衣帽間嘅位置啦，大家做衣櫃嘅位置喺呢度。咁然之後主人房咧都係套房嚟嘅，都做咗一個我哋嘅交付標準嘅衛生間喺度啦，所有嘢都已經有晒噶啦。
咁呢啲單位咧後期輕微咁執整下咧，其實都可以住噶啦，因為現場咧其實基本上大致開發商已經幫大家搞好咗啦。咁呢套單位咧講緊總價係938000嚇，而家業主開價。咁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嘅，歡迎私信我哋，咁可以嚟現場去睇樓啦，再去傾一傾實質嘅價錢。OK，咁大家如果有興趣，記得聯繫我哋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